歡迎大家嚟到心理研究所。大家好，我係 Joshua。喺公司開會，永遠唔敢發表自己嘅意見。老細稍為大聲講少少嘢，佢就嚇到縮埋一嚿。又或者啦，另一個極端，對住權威，永遠都係起晒槓，為拗而拗。呢啲喺成年人嘅身上見到嘅性格特質，其實好多時都可以追溯翻佢哋細個時候嗰陣，屋企係用邊一種權威嘅模式去管教佢哋。今日我哋探討嘅主題就係家庭管教嘅模式對孩子人格嘅長遠影響。心理學家喺60嘅年代提出一個好出名嘅教養風格嘅理論，佢將父母嘅管教嘅方式分做兩個嘅維度，一個係要求，即係規矩同埋有幾嚴有幾寬鬆；另一個就係回應嘅程度，即係對小朋友嘅感受有幾溫暖同關注多與少嘅一個維度。將呢兩個維度交叉組合，就會得出4種經典嘅家庭教養嘅模式。我哋用一個最常見嘅生活例子去睇下呢4個家庭教養嘅模式會為小朋友帶嚟乜嘢嘅影響。一個生活例子就係小朋友冇跟規矩，夜返咗屋企。我哋用以下呢4種嘅教養嘅模式，睇下究竟父母會點樣教養佢哋嘅仔女，同埋對小朋友將來嘅影響會點樣。第一種就係獨裁型，呢一種父母係對小朋友高要求、低嘅關注、關愛嘅回應。佢哋嘅口頭禪係：我話係就要係，只有我講冇你講，我所有嘅一切都係為你好。當小朋友夜返咗屋企，獨裁型嘅父母嘅反應就係會話：唔準解釋，總之你做錯咗，今個禮拜冇得打機，再夜返嘅就鎖門，唔俾你入屋，唔俾你返屋企。呢一種如同軍訓式嘅教養，表面上好似好有效，小朋友一開始都會好聽話。但係美國心理學會嘅研究發現，獨裁型家庭長大嘅小朋友內心其實極度缺乏自信，自我價值感好低，因為佢哋從小學識咗佢哋嘅生存之道，只要服從就唔會有懲罰，就唔會有後果。佢哋唔識獨立思考，大個咗之後，一係就變成討好型嘅人格，好怕權威；一係就去到青春期大爆發，極度反叛。第二隻教養嘅模式就係溺愛型，呢一種父母啱啱相反，係低要求高回應。佢哋好想小朋友嘅成為小朋友嘅朋友，唔捨得鬧小朋友夜咗返屋企。溺愛型嘅父母就會話：哎呀，返嚟就好啦，出面好凍啊，肚唔肚餓啊？完全冇提過犯錯之後嘅後果。呢一種家庭長大嘅小朋友，因為從來未經歷過界線同埋一些嘅挫折，長遠嚟講，自控嘅能力會好差，缺乏紀律。佢哋大個咗出到嚟社會，好容易變成一個過度依賴，唔識得承擔責任嘅巨嬰，因為佢哋以為全世界都會好似阿爸阿媽就晒佢。第三種嘅教養模式就係忽視型，即係低要求、低回應。小朋友夜返屋企，父母可能根本冇發現，或者掛住打牌，或者只係睇電視，完全都唔理小朋友究竟有冇夜返屋企。大量嘅追蹤研究都實證，忽視型嘅教養對小朋友嘅傷害係最大。呢一班小朋友會覺得自己係多餘，為咗引起注意，青春期好容易行差踏錯，甚至出現藥物成癮、物質濫用或者犯罪嘅行為出現。第4類型嘅親子教養就係威信型，或者叫做權威開朗型。呢一種父母係高要求、高回應，佢哋有清晰嘅底線，但係同時會接納小朋友嘅情緒。小朋友夜返咗屋企，威信型嘅父母會點做？佢哋會話：你遲咗成個鐘，我真係好擔心你。發生咗乜嘢事？聽完解釋之後，佢哋會講：我明白你同同學傾偈，傾到唔記得咗時間，但係規矩還規矩，今晚嘅電視時間要取消。
我哋傾下下次點樣可以讓自己準時返到屋企。大家睇唔睇到個分別呢？威信型父母嘅嚴係有溫度，係講道理有原則嘅嚴。佢哋唔係用懲罰去威嚇小朋友，而係用自然嘅後果去教導小朋友。跨越幾十年無數嘅研究都一致指出，威信型嘅家長長大嘅小朋友，無論喺自信心、學業成績、人際關係定係解難能力，都喺4種教養模式嘅入面係最好嘅。佢哋識得尊重權威，同時又唔怕表達自己嘅意見。總括嚟講，管教小朋友唔係要展示你作為父母嘅權力有幾大，而係要幫小朋友建立一個內在嘅自律。我哋要俾小朋友知道，規矩係鐵一般嘅事實，但係我對你嘅愛又好似水一樣咁溫柔，無微不至地關心。所以今日我哋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撳埋鐘仔，一有新片就會收到通知㗎喇。